台北市市定古迹严锡山故居是前行政院长严锡山甲部属所起的，文化局开3000万，经过18年的修复，最近对外开放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全部都是石头的，所以它是仿山西的窑洞。捌做过行政院长山西王称号的严锡山，甲部下伫阳明山起的精灵洞，2004年获台北市政府指定做市定古迹，市府开3000万修整18栋，最近总算完工开放，透过详细展了解老厝主的事迹。最主要的是，因为他在民国38年的12月，带领着当时的行政院和其他的5院一起到台湾，等于把中华民国的政府正式从大陆带到了台湾。历史学者陈立文表示，即阵可能真侪人唔知影严锡山，但是伊伫近代历史其实是真重要的人物。展览内底小解伊对主政山西到前台落尾温记阳明山的经过。不管是总能洞的格局，或者是总能洞的屋顶，亦或是总能洞的前方的位置，都有一个钟字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“钟”这个字代表着他的思想。园区除了精灵洞，还有当时追随严锡山的部下所住的庄仔厝防空洞。但立文表示，阳明山伫过去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国迁到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据点，希望透过这间厝的保留，让大家更加了解迄段历史。记者林嘉木、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。